假设你不是女演员，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你还会找现在的男朋友吗？谢谢，这样我就有把握了，我立刻改一改，改完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没问题。哎，那我们交换个微信？可以，我按晶晶推送一下。好。还有个问题，当时我写的时候就存疑，我们还有个情节是关于虫洞的，也想跟您探讨一下。这可是个大编剧，你什么时候看他这么谦虚了？你男朋友可真行，还长得这么帅，我认证了帅，那是真的帅，还有学问，怪不得能碾压周小琪那个富二代男朋友。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选他了，换我也要啊。怎么说？就是表达一下欣赏。闺女的男朋友嘛，怎么可能要的？这得唱小气。好。其实你这次恋爱，圈里也是有人酸的，说你千挑万选就找了个工薪。我之前也有点不理解，为什么你就是不选苏老板？其实苏野这人吧，很拿得出手，就是有点小毛病。但你说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人，哪个不是尾巴翘上天？不过现在想想，他除了满足虚荣心，也没什么好处。钱咱们自己有，就选个自己喜欢的吧，对方挣多挣少也没关系。我压根儿就没选。知道啦。不过晶晶，假设你不是女演员，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你还会找现在的男朋友吗？我这么好看又这么勤奋，怎么会挣不到钱呀？我就算当个主播，我也会财源滚滚的，好吗？哎呀，那你要就是运气不好，就是挣不到呢？你是不是傻？那要是真的话，我不得更加紧紧地抓住他？有点苦。你高兴什么？因为被大编剧给请教了？不是，我高兴我女朋友特别聪明，逻辑满分。才知道。你从哪个具体事例里知道的？比如说，你把人家剩下没煮的螃蟹全都带回家了。